代替新买R200这柴油机关车试走1年，今仔是正式加入营运。透早伫咧花莲火车头办理启用典礼，未来拢总有34架新车分派伫咧东部甲西部干线，担当载货任务。 为了要看这台新型的 R200高性能插电机车，正在铁路牌一早起就走伫花莲火车站后壁翕相，大家拢正介意伊白色的车头，黑亮眼电视代替现役的各种插电车头，代表每一个世代历史。这一次的活动相当的特别，是 R200首航嘛。那这也是台铁公司化之后，在推动那个汰旧换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当然声音是减少很多。 而且污染也减少很多，再加上就是力量也是增加很多这样子。代替新型 R200高性能插电机车是瑞士施泰德铁路公司制作，伫西班牙生产，引领有2700匹马力，废气排放要达到后面5级的环保要求，引领也有过热保护加自动喷射灭火装置，安全保障更加好。这个车子的性能呢，非常的优异，在这个货运领域呢，能够更精进，而且这个车子呢，它非常的节能，非常的环保，所以在R200投入营运以后呢，我们台铁公司呢，必然可以提升我们这一个区块的服务。 代替讲 R200除了普通时做火车使用，较特殊的期间也会强化军事运输、灾害救援、事故抢救，以后也会当配合塑化界工程运土石，安装的配置伫咧花莲甲彰化机务段，伫东部干线甲西部干线负责货运的任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